因为台南市已经有14个天狗类的本土病例，边个高雄市政府15就伫高雄北边的内行政区设指挥中心来监控环境甲疫情。早起嘛去行德港市场来检查就发现讲有所在积水，阁有蠓虫，要求就爱马上变好清气。都没有。高雄市府派人去到渔船顶悬检查，伫咧船边挂咧防止农地的链拢切开，才袂积水。不过伫咧便所这边，所有掠到排水管漏水，涂骹有生青虫，嘛会当看到蠓仔伫遐赢赢飞。另外一边的大卡桶嘛会当看到桶底积水，这拢有可能会生蠓仔。从6月15号成立了北高雄6区的指挥中心以后，其实我们每天都针对每一个区提出的问题，我们都马上及时解决哈。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社区的动员哈，还有社区的资深员清除。市府表示，伫咧高雄、嘉定、乌来、路德、阿莲、公山、甲田寮这6个行政区甲台南小瓦近，就要注意来预防天狗热。15已经成立指挥中心，要来做防治甲监测，而且天狗热的病例咧增加，嘛互居民真烦恼。种水沟，阮有特别白会清啦，阮会绕海水里互清安尼啦。海水伊蠓虫敢唔敢味啊？你若食水会味蠓虫啊。我这当哥都袂惊呢。安尼免哪？因为伫台南介济年了。爱迄落啊，爱有红啊。市府早起伫咧行德港鱼市场除药啊防治蠓仔，顶礼拜市府嘛伫咧树林医院的旧校区发现大量的积水，也有真侪所在查出有摊病蠓，市府有甲因开发告发。另外伫咧东方设计大学嘛有一寡所在有墩粪扫出现积水，这2间学校拢互人限期爱整理环境，改善高风险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